后来乡亲啊，过来人伦悲剧，这件事昨发生伫新北市的淡水。做老爸不满后生无头路，阁有食毒的前科。若做后生嘛不满老爸长期好酒变烧酒控啊。两爸仔囝不是咧冤家，这个老爸啉酒啉咧，阁起酒痟，伫遐大细声嚷。31岁后生怎用窗仔门布的锁啊，甲老爸甲算死。93岁阿嬷发现后生已经无呼吸心跳了，惊一个赶紧来报警。即卖嫌犯已经封收押。相比前的是这个老阿嬷，毋若失去着后生，孙仔嘛爱互掠去关。穿乌衫的查甫人伫淡水金色海岸边仔伫行，看起来敢若伫散步，其实伊是催死因老爸了，来伫遮互警方掠起来。嫌犯平常时甲因老爸住伫淡水这间厝，两人虽然住做伙，要无时常因为生活中一寡小可代志伫冤家，拢有申请保护令，嘛是出代志。有时候会有地板在震的感觉，然后他们吵起来的时候，讲话声音会很大声，然后可能就是1个月1、2次，然后他们可能平常就有吸毒跟喝酒的一些状况，这样。别个囝冤家出面隔壁早就款事啊，并不是这个老爸不满后生无头路，阁有食毒的前科。这个后生嘛不满因老爸逐工伫啉酒，和这个高龄93岁阿嬷嘛真无耐想袂到29的透早，这个后生阁敢若是不满因老爸啉酒了，伫客厅大细声，两人开始相骂，甚至为客厅相拍去到房间。等到无声了，这个阿嬷一个起床发现讲，因后生已经无气啊，赶紧报警。一个月头才发现讲，伊的孙仔已经走出去啊。协助双方减少冲突发生的机会，保护令都在有效期限之内。社工后续会持续协助家属。姓黄的嫌犯是骹口、手铐，今年才31岁。拍死因老爸了，互警方掠去。上艰苦的恐惊是看到这一切，阿嬷毋若失去后生，连孙仔嘛都要接受法律的制裁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